这个开表还是开平哦？其实潮汐它本身的意思是什么？起落了，起落。这描述它最好，所以呢，我们就用华语的话，台语其实也有它的讲法，我们讲开平，来你回到家都用华语的名字。这里海岸边，然后海水涨落，海水的起落，它如果到达最高点，要上悬的所在，这个呢，满潮，好有水哦，无变这满潮文武大臣。满潮文武大臣上朝嘛你啊，依照看迄个歌里啊是电影内底然后皇帝又坐在上面，下骹满朝文武大臣开始画。其实我以前跟学生讲说，以后我们上课不要含起立敬礼，给他改成这样那个当然含起立，然后五洪万岁万万岁，吾皇万岁万万岁，然后皇帝就喊什么？皇帝喊说：“你们没有跟着家人在看那歌仔戏啊？六皇帝讲众卿平心众卿平身然后底下就会喊下万岁然后皇帝就喊众卿有事可找，无事赶紧退。他就喊上嘎然后皇帝就下班了。下班到干嘛？到喝风跟妃子玩了。难怪那么多人喜欢当皇帝，砍得血流成河好不好？小弟喜欢当皇帝。皇帝呢，这样皇帝一天只能玩半个小时，他其他时间全部。难怪皇帝都很早死。他没有，皇帝一天只能跟妃子玩半个小时。你不要看皇帝其实这么简单。超过半个小时，那个大臣他们会说什么？皇帝注意龙体。其他时间他都在改变，他在改变。你知道我在看中国历史的时候，我感觉哪一个朝代最烂？唐朝。所谓最烂，我的标准是百姓过了百姓过得好不好？所以你讲从汉朝，他们国土很大，百姓不一定过得好。过得最烂的是哪一个朝代？每个朝代都有那个盛世，对不对？然后开始走下坡，走到这里就灭掉了，就改朝换代。所以呢，咱袂当讲朝代啦，因为咱迄本来就是一个王国。你若讲你甲迄个汉朝、唐朝、宋朝，讲恁这叫中国的唐朝，伊全部你咧讲啥？一个大宋帝国伊配了伊的国号伊讲一个土地点。这个国家灭亡了，然后被另外一个国家取代就是上是安尼我上烂就是明朝，叫大明王国。大明王国就上伊完全无好的皇帝因为开始咧朱元璋就是做烂的皇帝，一路落来只有更烂，没有最烂。一直往下。明朝有的皇帝有够夸张的，在位20-30年都无去上班别人咧讲几句露个脸都不上去20-30年没上班，有一天突然想到，我是皇帝，我要上班去到金銮殿顶外大臣5万以内，因为我都无看过，这像皇帝总有问题20-30当大家拢离所以你讲这国家哪会好你感觉我感觉上好的是对者。中国迄个所在，对者是上好的时代，就是你的百姓的文化到达巅峰。对，宋朝。宋朝人做的最宋。咱依照读历史，你会用名你要讲 SOH 宋朝，
那个我感觉宋朝的朝代吼，伊的文化，伊的迄落吼，但是咱以前咧读历史的时阵，咱看起来讲宋朝啥物做弱的安怎吼？啊，当然有清朝咧，讲分裂南宋北宋吼，啊，所以北宋。啊，但是各种文化到来一个巅峰，不一要走下坡啊。这外看法啦吼，历史有很多观点，啊，我的观点是这样子的，但不是正确的吼。你嘛啥意思讲？阮地科老师迄个讲历史安怎，啊，历史老师爬出来讲你地科越界越难。其实我对历史也蛮有兴趣，我看蛮多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看中国近代史做处理的，到其他历史根本是两个平行世界。来，甘草到底，所以为甘草到满朝的过程就叫啥？收起来啦。要被我没收了。啊。为甘草到满朝的桂林，叫做涨潮。若为满朝到甘草的桂林，皇帝咧退朝啊，退朝。好来，这段呢，这段有一个名词哈，伊叫做潮间带。只来特别替这个所在号名吼，因为潮间带甲湿地同款，伊是生态做丰富的所在。伊的生态系吼，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各个很深入多样化啦。你们生物念过哈？所以生物多样化给各种生产者、消费者很蓬勃。因为多样化的结果，有讲你即使有一种生物。它少伊啊，但伊做对种的，它可以维持那个平衡。咱地球顶管生物多样化，讲袂听嘞啊。上课就上课，其他东西收起来。咱地球顶管有几个所在是生物多样化的，对啊，对所在，哪些地方是生物多样化、生态很丰富的？热带雨林。对，北苗热带雨林，对，因为咱生活拢爱水分嘛，热带雨林咧做侪雨水嘛。你若以海来讲以海来讲上好的就是珊瑚礁，因为珊瑚礁提供迄个生物栖息的场地，还有食物的来源。无就是过来就是沿海的大陆河，你若想要深海有啦，来做少。若着地顶环甲我讲的雨林，佮有甲这湿地，甲潮间带、沼泽、森林，迄种生态系很丰富、生物多样化的地方。你若有沙漠啦、高山顶啦，迄个无啥物生物。伫咧潮间带一个有名的生物做触别生物，顶高来叫招潮蟹嘛招潮蟹，伫咧一般螃蟹内底做特别的，伊的夹子是一大一小的。一般的螃蟹有两只大夹子，螃蟹的夹子在从哪？小拍啊，要小拍啊。来照下线，然后一大一小。大的也是被小拍啊，小的要干什么？招潮。来哦，你招潮啊，来哦，你看潮水因为我移动了，无咱要夹物件把你食的啦。你用大机的夹，我把你的夹入嘴了嘛？
夹着家己的嘴。你敢有一个疑问啊？我以为要问生物老师诶。啊，若像讲招潮蟹一支大小拍一支大，要夹互家己食，啊，其他的螃蟹拢免夹互家己食。对不？其他螃蟹都2次大的啊。又可以吃，又可以打架。那招潮蟹为什么也不这样子？那营养不良。我不知道。这样问一问啊，问你，下次去问问招潮蟹。然后问问别的螃蟹才对。哎，你想要讲物件？螃蟹要讲物件？我在想啊，招潮蟹吃东西可能跟其他螃蟹